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要來講家人到日本石垣島的海上渡輪新航線，這個月28號要正式來啟航。上述的票價，一個人只要2000塊，但是愛15個人做伙困這個大通鋪。有民眾講會使接受，省錢上重要。但是嘛有人講愛顧品質，也是想要困套房。平常沒有這個機會看這個 view 哈，特別漂亮。船頂的內裝清氣個新，也有細型的5綠設施。這是家人到石垣島的新渡輪，28就要啟航，起碼都已經引起話題。這個就是比較可以讓節省他們的荷包。渡輪暗時出航，確保在早起8點對當到石垣港。落客到船後，對當展開規工行程，上車人的有介紹。因為小貴上價票價一人只要2000，嚴格就愛15個人做伙困空床，而且閣是伫暗時11點這個時間出發。很便宜，就24小時都有東西吃嘛。是，就這個就蠻划算的。我也心動，我是坐遊輪，因為遊輪那種怎麼講，大家密閉在一起。想要省錢，可能就愛降低困眠甲旅遊的品質。除了渡輪，遊輪真早就來經營這個市場。真新5綠甲房間，遊輪攏甲你穿便便，真濟遊客攏話講真享受。面對渡輪用俗價來搶市場，遊輪的業者也無咧驚。渡輪它其實比較偏向交通工具，它提供客人比較彈性的交通選擇。那不過以遊輪來說，其實你上船之後，你其實就是有目的地的感覺，活動其實非常的豐富，完全不浪費你交通通勤的時間。是講遊客也會當坐飛輪機，坐渡輪航程的時間超7點鐘，小貴上2000。遊輪航程的時間是13點鐘，是講若坐飛輪機有季節性的航班，1點鐘就到回路。嚴格機票上無就愛6000，甚至破萬。現在的飛機屬於高油價，那跟渡輪的票價差，對於一家4口來講呢，價格誘因比較大。開航的時候呢，199一般需要等到班次更密集，才會更具備競爭力。專家也分析，若是坐渡輪等到風台來促銷，就必須愛另外買票等的台灣。刷落來就是風台貴，建議買旅遊不便險，出門加較有保障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